我係 Sabrina Chan，咁公司係香港圖圖美業有限公司，喺灣仔嘅。咁公司業務咧主要咧有美容呢一 part 同埋經絡健康呢一 part 嘅。咁我哋嘅穴位經絡嘅理療咧，主要咧就係用一個徒手係啦，冇任何嘅工具啦、儀器啦，亦都冇傷口。咁其實佢就自己就會令到嗰個經絡咧會運行㗎啦。我哋用嘅用品如果係專屬佢哋嘅個人用品咧，我哋係會俾佢咧即係重複使用嘅，就唔會咧用太多嘅一次性嘅嘢去不停換我哋都會即係分翻開啦，咁一格一格咁樣俾佢哋即係mark翻低佢哋嘅名咁樣咯，令到呢個環境可以保持得好啲啦咁樣。咁我哋都揾到一啲慈善機構咧去合作啦，咁為一啲基層咧去提供一啲免費嘅服務啦。因為我哋都知道佢哋基層咧其實都喺呢一方面健康呢啲都係有需要嘅。咁我哋會提供修甲啦，同埋幫啲老人家修甲啦。咁都會做下一啲經絡開背令到佢哋咧其實整體都會覺得舒服咁樣啦。我哋公司咧都會提供一啲職位咧去請一啲可能有啲傷殘或者係精神復康者啦，咁俾一啲位置俾佢哋咧去做啦，咁令到佢哋可以重新投入社會啦，咁係發揮佢哋嘅價值嘅。今次參加50+呢個展覽咧，其實我係想幫啲長者啦，令到佢哋重拾健康啦，可以減少一粒得一粒嘅藥啦，係啦，即係盡量令到佢哋可以唔使食藥，自然嘅情況之下咧，恢復呢個健康嘅身體啦。